另外要来关心的就是清明连假今嘛咧要结束啊，高公局呢是预计今仔日上北的车辆会变较侪，真侪路段今嘛拢已经出现车阵。另外呢，昨昏嘛是儿童节，台北101是伫咧外墙来点灯拍字，祝福囡仔儿童节快乐。年假第2日是儿童节，各大娱乐景点拢推出优惠活动，囡仔欢喜享受专属家己的节日。台北102也伫昨暗点灯，外壁投射一箱包含守护每一个宝贝，欢喜健康大汉，要祝福囡仔拢会有一个快乐童年。交通部分，初五开始出现收假的车潮，高公局有5专线，会有14个开塞车的路段。西部国道塞车时间会是平常时3到4倍，按算探到暗时11点才会登湖。提醒要塞车的人爱提早出门。南部北向用路人建议您在早上9点前出发，中部的用路人建议您在中午12点前出发。国道5号北向用路人则建议您在早上9点前出发。年假特别结束，天气有变化，华南云系东线、北部东半部、恒春半岛甲中南部山区落雪几率提悬，出外时阵爱扎雨具。南部平地维持多云到好天，暗过南来北风爱注意温差的变化。在周六开始，中部以北、东半部地区、南部山区，还有澎湖、金门、马祖，将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。南部地区的云量也会开始有显著的增加。在低温上，各地普遍是17、18度，南部可以来到20度左右。气象专家表示，根据欧洲上升模式模拟结果，未来5到6日天气拢是淡淡湿湿的天气形态，也看有雷电、冰雹这激烈天气发生。拜一开始，马祖地区有局部大风，或者是低云影响能见度，提醒民众收假，但来气爱注意相关气象资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